港人北上珠海買樓第一站，究竟應該揀邊度呢？我諗啊，99%人可能都唔太知。你係咪第一時間諗到珠海嘅吉大或者拱北啊？其實呢個諗法喺以前嚟講確實係冇錯嘅，因為以前香港過嚟珠海只能搭船，但係依家有咗港珠澳大橋，再加上港車可以北上，所以成個交通出行方式就完全唔同晒啦。有行過港珠澳大橋嘅朋友啊，應該都知過完關出嚟第一站就係拱北，第二站啊就係南灣大道，往右邊行就係南屏，往左邊行咧就係灣仔同埋十字門啦。所以呢幾個地方啊都係最近關口嘅。但係重點嚟啦，拱北咧依家住嘅全部都係澳門勞工，啲屋啊全部都攞晒嚟，隔到似香港啲劏房咁，人口就非常之雜亂啦。咁南屏同灣仔咧就係以前珠海啲老城中村，個環境同埋面貌嚟講咧就相對比較差啦。南灣咧就都還好啦，所以能夠符合交通方便、配套完善、環境又好，就得十字門中央商務區啦。10分鐘嘅車程可以去到港珠澳關口，商業咧擁有全珠海第2大嘅商場十字門華發商都，仲有珠海最出名嘅秦里路，以及成個珠海啊最大嘅國際會展中心，包括喜來登、瑞吉酒店，全部都喺度。所以無論係交通定係配套以及環境嚟講，呢度都可以滿足晒你。而且個房價依家都比之前平咗唔少啦。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喺珠海買樓，我認為十字門呢個區域你一定要了解一下，對比一下，再去考慮其他區域。